这时，咱来恭读上帝的话。今日上帝的话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0章第25节到37节。有一个法律教师前来试探耶稣讲：“老师，我应当爱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性命？”耶稣讲：“罗他册顶头是安怎讲？你是安怎解释呢？”迄人回答：“你要用全心、全情、全力、全意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爱听厝边，哪像亲听家己一样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你讲了真对，照安尼去做，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”迄个律法师为着要表示家己有理，就问耶稣讲：“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呢？”耶稣讲：“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去耶利哥，伫路途中拄着强盗，因拔去伊的衫裤，甲伊拍到半死，佮等伫迄个所在。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，伊看到迄个人伫遐，就按边另外一边行开。同款有一个利未人经过迄个所在，伊前去看迄个人，也对另外一边行开。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迄个人的身躯边，就看到伊，就动了慈悲的心。伊前去用油甲酒倒伫伊的空喙，替伊包好，然后飞坐去咧家己的精神顶头，带伊到一间客栈，伫迄个所在来照顾伊。第二天，伊摕2个囡仔互迄个客栈的主人讲：“请你照顾伊，当我转来经过这个所在，我会付清所有的费用。”就安尼，耶稣问迄个人讲：“耶稣问讲，以你的看法，这3个人中间，倒一个是遭遇强盗迄个人的厝边呢？”法律教师回答：“用仁慈款待迄个人的，用仁慈款待伊的迄个人。”耶稣讲：“那安尼，你照安尼去做。”以上，今日咱主任牧师、蔡牧师，伊要所带来信息是听的行动。第一讲，听的行动。第一讲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对旧年到今年，咱拢咧讲爱的真谛，这个讲，这系列的讲题。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要进入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听的行动。咱来明白，伫教会中间上介重要一个特质，就是咱大家当彼此相听，互相关怀。因为咱理解，教会是一个敬拜的团体，但是我无相信一个无彼此建立关系、无产生听心互动的团体，会当互相同心敬拜。所以上帝呼召咱成做教会，毋是要互咱干那来遮聚会那尔，伊是要互咱做伙经历生命。听行动拄是见证咱是耶稣基体上介重要的一个根据。今仔是双年教会设到105年的纪念主日，咱来明白上帝设立教会伫即个所在的目的。是爱咱成做一个听的团体，彼此付出听的行动，伫教会内部中间互相关心，然后互咱的听会当满出来，满出去伫教会外面，互更较侪人明白主耶稣基督所带来听。所以牧师期待用几个礼拜时间，甲大家做伙来想即个听的行动，即个主题。咱到底会当有啥物款听的行动付出？会当安怎做听的行动？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设立双年教会伫即个所在，完整当时的兄弟姊妹会当伫遮组织敬拜你，也当透过你的话语得到精神改变的快乐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听的耳，互阮有静的心，
伫领受你的话无任何阻挡。也当我明白你的心意了后，阮求主你赐了信心甲听心，互阮会当用听的行动来满足你的心意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所读的经文是咱拢真熟的一段经文，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讲好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譬如？因为有一个经学教师，就是律法教师来找耶稣，想要试探伊。伊就问耶稣一个介要紧的问题。伊讲：我要怎样行，才会当承受永远活？这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永远活的活命是每一个人爱去追求、爱靠无的。所以伊问耶稣讲：我要安怎行，才会当承受永远活？耶稣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反倒转来问。耶稣就问伊讲：你是经学教师，你律法册顶面安怎写？其实这对伊来讲，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因为伊自细汉到大汉受训练的目的，就是爱了解圣经中间所记载，特别圣经中间记载安怎得到永远活的方法，所以伊马上回答，而且是标准答案。伊讲：你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佮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问题对伊来讲太简单啊，而且这是完全正确的答案。所以耶稣讲，你回答的就是安尼。但是，这律法教师为了证明家己是对，也是有理的，所以伊继续来问耶稣：安尼，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什么人？讲爱听厝边亲像家己，安尼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所以耶稣就讲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。耶稣讲有一个人对这个耶路撒冷落去到耶利哥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山仑较悬的所在，耶利哥伫较低的所在，所以对耶路撒冷爱行山路落去到耶利哥的所在。伫这条山路内底，常常有埋伏真侪这个抢人的强盗。有这个人对这个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的路上，拄好拄到一群强盗，因绑掉伊的衫，将伊拍到半死，来等伫迄个所在。所以这受伤的人倒伫迄个所在，无法度，无人来救。突然间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，伊有看到这个受伤的人，但是伊马上对另外一边闪过，然后来一个利未人经过迄个所在，哪有看到这个人，甚至圣经讲，伊去上头前去看这个人。然后伊也做一个决定，对另外一边行过。祭司甲利未人拢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但是因看到这个受伤的人，因就对边仔行过。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出现，伊经过迄个所在。撒玛利亚人因为历史的缘故，因原本的是以色列人的兄弟，但是因为历史的缘故，煞产生无拄好，并加做对敌。所以圣经中间记载讲，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，因是无咧来往的，无咧来往，无咧交叉的。但是伊一看到这个人，圣经中间讲伊起了怜悯的心啦，动了慈心，伊就向前去救这个人。咱看到伊救，就先来伊的空喙来，伊简单做一个治疗，然后佮带伊去到客栈中间来照顾。然后，佮交代客栈的主人，伊离开了，爱继续照顾伊。然后耶稣就问这个律法教师讲：照你的看法，这三个人中间，祭司、利未人佮撒玛利亚人，什么人是遭遇到迄个强盗？迄个人，即受伤的人的厝边。这个律法教师伊连撒玛利亚人的撒玛利亚都无要讲，伊讲是用仁慈款待伊的迄个人。耶稣知影伊的软弱，所以就来讲：安尼你去，照安尼去做吧，你就当得到永远活。虽然看耶稣讲这个譬如其实会当帮助咱，特别是咱已经设教伫遮105堂的少年教会，做伙来思考安怎行出
疼的行动。首先，咱来理解就是讲，咱是一个讲疼的团体，但是若无行动，都毋是真的疼。耶稣伫这个故事中间讲一个信仰真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信仰毋是一种伫知识顶面的了解，是爱将咱所理解的知识来实践出来。故事中间的利未人甲祭司，因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因自细汉到大汉受训练，就是圣经上帝的道理，因就是去服侍上帝的人，想要满足上帝心意的人。所以因事实上，因拢明白，听厝边亲像家己的这款圣经的教训，但是伫实践顶面，因真欠缺。咱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着，当耶稣将譬如讲了，伊问经学教师讲，伊讲照你的看法，这三个人中间，什么人是遭遇着强盗迄受伤的人的厝边？迄个经学教师马上讲，用仁慈款待伊的人。耶稣马上对伊讲讲安尼，你去，照安尼去做。虽然经学教师嘛知影道理，伊真深知这道理，但是伊却行袂出来。也就是讲，伊知影迄个标准的答案，但是伊无法度照迄个答案安尼做。所以耶稣爱伊照安尼去做，互伊明白真的疼是需要付出行动，才是完全。那个书的作者安尼讲，你毋通欺骗家己，掠做只有听道就会使。反倒转来讲，咱听道了，爱将所听的道理实行出来。咱每一个礼拜拢会来到教会听上帝的话。咱伫日常生活中间，嘛拢会读圣经上帝的话。咱是听上帝的话了，读上帝的话了，咱心中的确有足侪的感动。总是咱爱用咱的生活的见证，将伊实行出来。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听。我询问在座做丈夫的，恁一个问题：恁敢有听恁的太太？无几个人哦，无几个人听。有讲有的吼，你等于请你问你的太太，吼，看伊有感受到无？有哦，这种查甫咧讲吼。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吼，咱当咱讲咱听一个人，咱来用行动，互伊感受会到，这才是真正的听。那迄个空嘴报纸讲听的，迄毋是真正的听。了解听是一回事，将伊实践出来，佫是另外一回事。无行动的听，就毋是真的听。然后咱来理解，就是咱要付出行动的过程中间，实际上咱会拄着真侪塔阶，真侪阻碍，咱需要去克服。伫经文中间的祭司甲利未人，伊是一些人的宗教领袖。有一寡圣经学者认为讲，真有可能因迄个时阵伫圣殿内底咧服侍。根据律法，如果去接触到人的尸体，就无清气，所以因就无法度去圣殿内底去服侍上帝。但是咱来理解一点到底是服侍上帝较要紧，还是去救助这个需要帮助的较要紧？爱做一个判断。但是当然，更有可能是因为因会怀疑这受伤的人可能是强盗所假的，因为当时阵伫这条暗路中间咧行的人，拢真烦恼一件代志。有的强盗真奸巧，伊会假做受伤的人，互你失去戒心，所以你要向前去关心伊的时阵，伊就来伤害。所以因这人嘛是真惊遐讲，这人是强盗所假的，所以惊家己伫救助的过程中间会受害。也因为伊有太侪这的顾虑无论是顾虑因伫圣殿中间的服侍，也是顾虑因会去受人伤害。这顾虑，互因无法度突破心中的塔阶，互因失去实践听厝边亲像家己的这个机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有时阵咱也爱克服咱人生中间的自私甲软弱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你的手若有行好的力量，毋通提示，
就对迄个应当得到的人施行。所以咱来做一个判断，到底什么人是真正需要的人？咱如果有能力帮助伊，咱就爱有听的行动，爱突破咱人生中间的自私甲软弱。保罗也安尼讲，若有机会就正人行好，所以有机会咱就爱把握掉，因为咱的人生拢是软弱，有时惊麻烦。但是如果听的是上帝的命令，咱敢是爱突破这个咱人生中间的这个软弱甲塌碍，来完成上帝的心意，来满足上帝的心意。当然，这段圣经有来互咱两个真重要的帮助咱去突破咱人生中间的软弱。第一项，就是咱来明白，所有听的行动的基础，拢是在于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咱来理解耶稣咧讲这个譬如耶稣毋是咧讲一个故事那尔，耶稣其实是咧讲这个譬如是咧讲伊家己啊。咱常常会掠做讲，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咧鼓励咱诚做好的撒玛利亚人。其实无毋对啦，耶稣的目的，第一个目的是咧是咧讲另外一件代志，但是第二个目的是要鼓励咱诚做好的撒玛利亚人。但是耶稣真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咧说明讲，伊本身就是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。咱看见着祭司甲利未人，是当时阵的宗教领袖，因伫圣殿中间服侍上帝，看起来改成真敬虔，但是因看着真济这百姓咧受苦，因无当作一回事。百姓伫心中艰苦，有真济内心的挣扎，因无要插伊。这百姓就亲像这个受伤的人倒伫路边，这宗教领袖无咧管因安怎。但是耶稣诚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，虽然伫世间的时阵受人排斥，但是伊甘愿付出听的行动来帮助这受苦的人。所以耶稣先诚做这个受苦的人的厝边。这兄弟姊妹，咱就是受苦的人，咱就是需要救恩的人。所以，咱爱互耶稣先诚做咱好的撒玛利亚人，诚做咱的厝边，咱才有能力去诚做别人的厝边。所以，如果咱也无甲上帝、无甲耶稣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，咱毋知影要安怎用听的行动去帮助人。这段经文中间，咱看见着耶稣咧甲这个经学教师对话的时阵，经学教师咧讲安怎得到永远我，就是安怎爱听上帝，爱听人嘛。所以听上帝甲听人有真深的关系，是无法度分开的。咱甲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，咱先互上帝听咱、救赎咱，咱才有能力去帮助咱。咱甲上帝保持好的关系，自然会产生对上帝遐来的怜悯甲听。咱自然而然会对别人的需要敏感，咱知影爱用什么款的方式去关心伊。所以咱先互耶稣基督诚做咱的厝边，来帮助咱，咱才有能力诚做别人的厝边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来明白听行动的对象是每一个需要的人。伫进入听行动进前，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明白，就是付出听的对象是需要的人，是真实需要的人。咱看到这个经学教师为了证明家己对，伊对耶稣讲：“安尼，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如果你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，你是一个仁慈的人，你有仁慈的心的时阵，迄个需要的人就是你的厝边啊。当你若用关的态度咧看其他的人的时阵，无咧关心别人的需要的时阵，你当然找无你的厝边啊。但是当你有怜悯的心伫你的心中的时阵，你会真实去了解需要的人就是你的厝边，你必须要对伊实行听的行动。这故事中间，祭司甲利未人、甲撒玛利亚人上界大的差别，就是因对人的需要的看法无同款。撒玛利亚人知影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价值，拢是需要的人。咱看见着伫病院中间的医护人员，
因袂因为送来的病人是啥物款的人，有无同款的做法。咱送一个病人来，你袂讲啊，你的操心成绩摕我看卖，若操心成绩无及格，啊，我无来医，袂安尼嘛？袂讲送一个病人来，啊，问讲啊，你是倒一档的？吼，你若是甲我无共档，我无要来医。我袂讲啊，你是信啥物货？你的信用是啥物货？袂因为无共款的信用，就无要来照顾。这就是听嘛。袂因为人无共款的标准来讲，咱要服侍伊，也无要服侍伊。咱看见着耶稣咧选择听行动的对象，唯一的原则就是有需要的人，伊就帮助伊。伊的朋友中间有送香的人，嘛有富裕的人，身份地位毋是伊选择的重点，是人真实的需要。所以当咱明白，咱会当用听行动，明白听行动的基础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明白听的对象是每一个需要的人的时阵，咱会当突破咱人生中间的软弱，这读爱除掉了，咱会当付出咱听的行动。然后咱进入第三点，咱会明白，咱要付出听的行动，表示咱要付出一寡代价。在这故事中间，撒玛利亚人帮助这个受伤的人，伊用油甲酒倒伫伊的空喙。来包起来，包好势，然后搁扶伊去到迄个客栈中间，伫遐照顾伊。这拢需要开伊的时间、开伊的精神、开伊的金钱。所以咱明白要听一个人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咱讲咱听咱的囡仔，咱看倒一个父母无需要付出代价，因为听伊，所以就对伊有责任，这责任就是代价。所以，当你决定要听一个人的时阵，你就爱决定你爱付出代价。听行动就是爱付出代价。上帝听咱，所以伊付出极重的代价，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给咱。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，这就是听的代价。咱之前已经有讲过这个听的代价，这个题目，咱无要搁再重复。但是牧师爱大家理解。当咱决定要听一个人，咱来付出一寡代价。牧师大家鼓励，其实咱会当有两个方向会当来做。第一个方向就是咱会当替人祈祷，付出祈祷，付出代祷的代价。然后第二项，咱会当接待迄个心内的朋友。所以咱过2礼拜了，咱有举行一个培灵会，这主题就是为什么要祈祷？以及安怎替别人来祷，所以咱来参加，透过这个培灵会，激励咱，互咱也透过这个培灵会来训练咱，互咱会当替别人祈祷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服侍。咱如果会当付出代祷的代价，相信会当带互人真大的祝福。佮第二项，咱会当学习来接待新的朋友，新的朋友来到咱这个所在是一个充分的所在。咱安怎用听心帮助伊来适应这个所在，互伊理解教会的本质，互伊而且享受对上帝来听。所以咱伫17号拜六下早，咱有一个训练会，这个训练会是开放予所有的愿意付出听的行动去接待新的朋友的人，咱来训练安怎去接待这个新的朋友。这个爱报名，请大家爱把握这个机会。我相信，如果咱若愿意对这2项开始做起，相信会当带予别人真大的祝福。最后一项，咱看起来这个比喻中间，第2天了后，撒玛利亚人决心要离开这个客栈，要离开这个受伤的人，但是伊摕2个囡仔交予客店的主人，讲请你照顾伊，然后我回来了后。我会付清所有的费用，表示讲，撒玛利亚人伊帮助这人，毋是一时的感动尔，伊要互这人完完全全恢复。所以虽然伊要暂时离开，但是伊的行动是持续的，望这人能完全得到复原。所以持续关心伊，才会当产生真实的效果。听的行动若要有果效，也爱持续行动。其实。还有一个真重要的行动，非常重要，就是传福音。
是上介好听的行动。咱看见着，伫圣经中间，耶稣带领伊的门徒，持续将上帝听的福音延续落去。虽然耶稣伫世间只有工作3年半的时间，但是即款听的行动，一代过一代传，互即个听的福音会当世界去报传，一直到咱的手中。今仔日咱嘛承接即款真重要的使命，请大家会记住，少年教会伫遮已经设立105栋。咱过去有做真侪真水、真美好的见证，将听的福音不断分享出去。但是，亲像拄则咧祈祷中间所讲的，咱行福音的罪永远行袂了。咱只有透过持续的听的行动，将即款上帝交代咱的使命延续落去。这是上帝设立咱教会伫即个所在上介大的目的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大的恩典，互阮受你呼召组成双联教会。主，阮今仔日伫遮感谢你，因为阮伫遮领受极大对你遐来的疼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思考用阮的性命的奉献来荣光你，来祝福其他的人，互即个听的行动持续延续落去，带来大的效果来荣光你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